Coldplay 欽點成為香港演唱會暖場嘉賓嘅女歌手係邊個？90秒帶你認識香港唱跳新星 Marv。Marv 原名邱彥彤，2021年參加全民造星4，當時只有19歲嘅佢，憑住穩健嘅唱跳、超 slay 嘅台風，加上紅翅王君馨嘅靚樣，成為大熱冠軍。第二年，佢以女團 Collar 嘅思維正式出道。2023年 ，Marv 作 solo 發展，行 Girl Crush 路線，唱跳 rap 樣樣出色 ，live 水準仲好穩定。短短2年就獲得許廷鏗、馮允謙、Billy Choi、Special 等歌手嘅力邀合作。佢唔單止音樂出眾，仲跨界出演劇集同電影，演技備受讚賞。我連咁簡單講自己係邊個我都講唔到啊！加上鮮明風格，佢成為時尚品牌寵兒，好多品牌活動都會見到佢嘅身影。如今22歲嘅 Marv 喺 Coldplay 香港演唱會大放異彩，連 Chris Martin 都要佢 encore。希望更加多人可以認識到呢位全能女歌手，而我哋呢啲早就睇好 Marv